风啊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兄弟的几行茶，最暖满意。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现在人讲些高涨海意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飘逸落落。用下等等抢等走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一群小学生闲闲听书，摕餐牌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笔银色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春天不差点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。用最自然的方式。阿汤阿爸讲，我抱鱼的迄幕啊？嘿啊，董大宋呢？我本来我老水人穷下伊的啦，你看我迄种天生丽质呢，个心态哦，听说要看动来啊。哎呀，我做做的跑天涯啦，做广告啦，变做大明星。迄嘛小伤好无？那他比，迄嘛比那个英英啊，人家台风比你好多了吧？阿兰姨，要他们抱鱼的英英应该唔是你这样的哈。哎，我本站要爱用上诶，不过近期啊，规年关注个健康，读个嘛流行歌曲，他嘛时常就去唱哦。我看见啊，还有对唱歌有兴趣嘞。哎，第一呀，体育课呢，很多人练肺活量。好。当做是做后狗神。这两个装啊，这两个眼包装啊，来，体呢右脚打过来，这个左脚，快开始。这些哦，提升丹田，脑部部分。这里。阿姨嘛，你用上来。来，冇关系，冇关系，继续继续。这是牌，哎呦，冇重要。眼后上眼都唔低啦。眼白啊，脑袋是听过给李小龙的替身助理做过给他徒弟的。安尼听起来，唔同李小龙冇乜相似的用诶。人讲咧，君子之交是谈艺术呀，系嘛？交朋友说交心啊，相知相惜啊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蒙眼对面就不相识，系嘛？天涯若比翼，翼双双飞。比翼双双飞，唔同李小龙比翼双双飞哦。认真对话蒙眼讲法。哦。是讲啊吼，英英啊，俺娘妈咩说是一旧的哈，他家做联赛啊，按当年的。不过俺眼帮呢是香港那个歌唱训练班，来发扬光大。当然我能输到的，个学费啊，再过来，没俺眼帮而钱哦，有看都用哈，所以那个钱拿来做个扩大业务的基金，按用对嘛？俺冇钱啊！冇钱，每张个参加比赛有个奖金奖金嘛？俺不敢买了呀！啊？你中华饭店嘛，只有无聊啊？冇。一般人没判做个钱，全就拿去。系啊，那有100元啊？用乜无？全国比赛呢？系啦。唔得，咩全国比赛，係咪比赛？唔係全國比賽，係全學校比賽啦。全學校比賽，1000人原天 team 啊？好，你好。差很多，1000人原天。好，練過。你乜嘅？你聽一課，練3個發聲練習。 3個啊？你躺定啦，來。
啊，中央啊，起比酒啊，起比饱了啊。到了。好，继续，不用扛。起身，哎，起身了。你要当场，忘记他，你走了，你等下。你在做什么？依依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是个正直的人，我不能因为你主动示爱，我就意乱情迷。而且你是个小孩子，更何况我是个执法人员，不能知法犯法。依依，你不要这样，这里是广场，依依，你说句话。依依怎么了？没呼吸了，好像是被我的手堵住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冷静点，这里是卫生所，没有人。怎么办？依，不好意思啊，为了救你，我只好。阿天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他只是茵茵，你连小孩都不放过！我没有。你还说没有，你明明就还抱着他。茵茵，对不起，方贵小姐，你别误会，茵茵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昏倒了。那你赶快把他抱起来，送去卫生所啊！可是卫生所没有人啊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趁现在没有人，赶快来休息一下，快点。哦，你们在玩1、2、3木头人哦。哦，也不参人家玩，害我们没事做，好无聊哦。有人昏倒了。是哦，你们刚刚去哪里呀？奇怪哎。护士不能上厕所哦。对啊。快点！对啊，快点！快点！刚刚陈医师走的时候啊，特别吩咐他只是过度换气，一下子气不顺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啊。咦，然后嘛？唉，你刚才到底在做什么？吓了我一大跳，还害我被方玉小姐误会。我在跟阿元叔学唱歌啊，他就在教我发声、训练肺活量，还有练扎马步啊。水差，你就随便乱搞。但是阿天，我看到可能还看洋葱呢，那要他又一起哑巴。哎呦，是啦，你看了2门，我现在就可以。先不要动，陈医师有吩咐哦，你要在这边静躺1个小时才可以回家。好啦，我看我们先出去吧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哦，好，好好休息哈。好好休息哦。方宇，听说你要跟阿天一起回去见他爸妈哦，那是结婚的日子定了吗？哎呦，你们怎么都乱传啦？我们就只是谈得来的朋友而已呀，哪有什么结婚不结婚的？
你是听谁说的？听阿元叔说的，他说你们两个要结婚了，他还说阿天年纪轻，事业也刚起步，而且聘金也不用太多。啊，他还说哦，可以分期付款零利率哎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阿天，挂。是的，方伟小姐。问这干嘛啦？我只是顺便问问。坐回去。是的，方伟小姐。哦，我会被我爸气死啦！他老是想这些有的没的的事。对了，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们晚点再找你爸讨论。哦，对啊，我也要提醒茵茵，不要再听我爸的话了。阿元叔讲，头摆一副圈的乡镇唱歌的比赛，全部都是阿元叔得头名呢。哎呦，我爸说的话能全信吗？对，如果你爸说的话能信的话，狗屎都能吃。阿天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方伟小姐。真乖。方伟小姐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真的觉得这些都是有的没的吗？你都坐过来了还问？真是听话。好了啊，兄弟都咧还忙转呢，怕英国老家阿添家也会同有法讲吼，可能你爸妹英国来也个骗了解一下，看对方那个家庭。爸，那你是想看骗年户卡有行黑毛啦？错冇？错啊！那就抵。唔咩，爸是想啊哈，让对方太有钱了。让对方太有钱。爸，我发烧啊！你係咪本晚嘅嚇到啊？你本晚嘅煩到啊？你係咪牙爸？冇啊，哪有俾你嚇到？出來，妖魔鬼怪！個牙爸返來啦！小樂，爸冇俾你嚇到啦，你都做乜解？係冇，你要讓對方太有錢哦。唔咩啦，我是想啊吼，豪門恩怨多咩？兼翻兄弟啊，佢講嫁過去啊，佢豪門啊，也做唔得，佢也做唔得，漢子也有漢子嘅，佢苦嘅唔做唔對哦。佢阿添媽伊迄當有錢，兄弟嫁過去，佢做元寶啊，做唔對做阿爸，佢苦嘅，佢瘦嘅。爸，牙仔夢先唔該快。我講到樣佢都唔知，佢我還沒退步呀，有個講法。咩？小樂，爸的意思係講啊哈。我老子見過用啊，唔是小暗道啊，起來有大聲。係，唔咩，爸是講嘅啊，阿甜呢做人不壞，我是冇小兄弟哦，點到呐，佢也是蹲到嚟點地度啊，也冇出去行啊，係啊，面做乜三姑了，所以細阿年哋咩好搞下朋友咩，上網嗬，阿爸我靠嘅網友。好啦，你講雞雞棍呢，本人都爛體啦。哎呦，爸唔咩，爸讓人人透過了網友當佢騙人呢，爸是小嘅，姐姐做呢？姐，等下，阿添欺負我啊！喺你夾下夾咩？我潛。等一下。爸。你係咪屬於做後生，行亂搞佢衝過啊？冇啊，我亂搞佢啊！我搞佢正確嘅發聲練習啊，呼吸法啊，對啊，衝過去啊！你平時碰風就算了，要不然常
开始的就出营养唔低嘛。后代来老听，老人送去卫生所，医院张某事。爸，你要安用啦？嘿啊，太古早的啦，含甲迄个阿姨菲斯里。安尼做唔错啊，那是好意的哦。望伫个应应够真的啊，安认真，系嘛？啊，唔用啊，好做掉加出去啊，面公叽叽过来，不然都吵啊，食菜哦。你就会蹦登啊，叫台湾干你啦，就可以数拼音，杭州的分期付款，买全部就低了啦。这你太高渣呢，做嘛该啊？有样有爸爸。嘿啊，做嘛啊？偷台爱钱。拼音哪以前 Q 台来啦？拿来啊？齐的啦，公司里好诶，好诶，哎，我不要。茵茵啊，其实啦，牙眼爸啊，搞我们中国的事情啊，还传出地啊。刚才是讲无生意啦，唔系阿眼吧问题。唔咩关牙眼爸，系神。那中国的动作兴起，妈妈唔会反对。不过，我冇希望把很多事情都当本，对吗？做乜解什么的？高中都帮毕业啦。过来咧，毕业，大样都毕业讲是得开始，安尼太慢了啦。冇听讲篮球国手，伊嘛喺细汉时就开始练了呀。俺都想吼，连嘛开始打拼，冇听唱哦，还是得做歌星，还是得出唱片啊。你歌星迄有暗号做，万哪会出蔡依林，对啊唔对？唔过伊袂信爱啦，唔过伊想吼，俺是唔得做歌星，嘿冇？我不会不爱戏，我要怎么证明给你看？咦，妈妈唔是做那种事情的证明嘛该，对吗？那总要啊，好好读书。是，俺爱啊。来真来了。阿姨，那就唔得拍3年的安甜哦，哪怕你们安好哦。哎，从嘞，我打工你还配音呢，安下去。你还配音呢。发生乜嘢事情？唉，但我真还眼乜踢啊！做乜咁硬機啊？要咩味道做面線啊？兼係冇做戲咧咩？哎呀，見唔可以做戲嘅，竟然講嘢唱歌嘅，可以做歌星啊！哦，阿姨，冇啦，冇事啦，唔結邊啊，去上去滾嘢，佢嚟去寫成寫算冇啦嚇。好啦，呢邊。深呼吸啊！今比吼，阿燕爸都教我按用拳训练肺活量，买些吼草东红嘞。吓死我了！我都只听到你吸气，没有呼气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呢。买些啦，那今比吼都练到吼上气不接下气，还昏倒了。俺阿妹吼懂欠呢。唔奋斗也未听到笑啦，我弟因为惊啰嗦，不过也未系永好啊。我弟呀，不过我只是想找到自己的优点，然后找到自己的梦想，再试着努力看看。但是我妈只会反对我。你不用那么急呀，我弟有撼动后上啊，等我们以后长大了、独立了，想要做什么再去做就可以了。我个没唱安江个安狗，你还可以去做什么 model 啊、空姐啊？我那么小只，哪有什么机会啊？你也可以当 model 啊。什么 model？你敢说童装，我就跟你绝交。我要说的是网拍。网拍？对吼，拍
奶丁都想嘛改啦。不过你也要站在阿姨的立场想想看啊。爱弟好，伊迄阵懂小爱啦，不过爱嘛动态咧，唔迄适应咧啊，爱嘛是得为自己负责啦。要是我发现了我人生的目标，却不去努力，我以后一定会后悔。说的也蛮有道理的。既然你都已经想清楚了，那身为好朋友的我，一定会全力支持你。加油！好。小倩，你是在通来探秀哈么？不该啊。我下礼拜啊，我去参加个歌唱比赛，要跟学校请假，想要请你帮我把这个假摊拿不拿那签名？啊！拜托啦！很透重哦。对啊，有东东的歌唱比赛呢，像大概迄餐厅办的，大概迄补习班办的，大概迄电视选秀办的，东东，总下东下有报名。哎呀，漂夫、依兰、优美、劲美、安人呢？那连红嘛无比赛啊！安样的强动动业家，也卖挺狠啊！哎呦，拜托啦，拜托啦，唔通来听show下啦，好冇？拿去。哎呦，你切开去啦！听完听show下会痛顺呐！强动咧，总得我嘞，走，哎，stop！拿来。哦吼！歌唱比赛啊，係嘛？冇大冇志，想揾件衫做到。依然啦，我參加唱歌比賽啊。每副眼沒聽到啊？哦 ，good， 有志氣。我做歌星就參加到第一個嘅比賽吼，較有經驗，係錯嘅啦。我嘛係安尼想啊，我唱埋歌吼，我總下都準備好咧。哎，這樣看啊。哦吼，哎，客家天使團彈的呢，不差哦，有獎品呢。做對咯。哦，真嘅哦。英陽啊，啷個？呀，嗰天使團轉播啊，哈，聽說有當到觀眾朋友要看到人家表演，好好利用人家機會點解一下，係嘛？哎呦，真嘅哦，安尼有東東人都是在看我唱歌，安尼以後呢？咦，期末考就快要到了，你确定你要请那么多天的假哦？錯，小倩講嘅錯，英英啊，嘅數嘅拖嗰個錯嚇，冇錯樣啊，安然數人拖一個獎品簽好比賽，人家給報名，係好嘅，好。好。我承擔到哈。阿燕嫂，不是奖品的问题吧？奖品不是重点啊。有咩重點？家長嘅重點啊！我做看到獎品吼，我咪想去去報名啊。哎呦，阿燕嫂，做乜嘅？你冇見去參加乜嘅比賽嘅啦？考試冇考好，咁咪會生氣呢。哦，係，好啦，雙人冇講，好，按個好呀。啊，唔過呢，報名單先講啊，好。吃個一個。阿燕吧。報名通過嘅，獎品。小倩，是小愛啦，愛吼，我去參加個唱歌比賽，愛聽說會比平常時更較認真準備考試的。不過，啱啱兩片冇喊，真記得都唱鼓喉哦。哎呦，你都通來聽秀一下嘛！我這次啊，就去參加一次，幫我圓一個夢嘛。只要我去參加過了，我就不會有遺憾啦。拜託嘛，幫我請假，拜託啊！就一個，你只可以參加一個比賽。好，那就參加一屆就好嘞。哎，你送飯嚟咗。哎，美芳，好冷靜。
什么？我啦，我你英英弟你用买什么？哦，无啦，家仔冇用诶，无我真见點樣吉殺咯。哎呦，唔知少啦，青春期嘅細人妹吼，都會對人嘅做對啦。啊，講這家太嘅啦，我頭個咩愛用型啊？係啊，衝到，安尼頭擺後生嘅時節啦，你有叛逆期。不過見佢冇去講到誒，你要中意嘢話咧，因為做得表你唔關嘅。錯啦錯啦。哎呦，來吼，頭個16歲吼，好看天樣啦。哇，哎，想去做戲唔對哦。差啲跳去做戲哦，本來咬一啲吼，用來手都不卡哦，下悔過書呢。哎，你頭擺細細時節啊，咩用咧？佢考試冇及格啦，本人發配哦，韓國都見到吼啊，冇翻好事啦。唉，不過家下演出，哪有嘛夢想？佢咬呀，太過甜啦。錯啊，啲下後生人吼太自由嘅啦。唉，雖然用嘅啲媽對自家好，媽對自家壞，聽錯做唔得不記得吼太自由。哎，唔想啊，你對我不卡煙煙啊，係咪有這個卡惡掉咧？錯啊，我個人一啲咧，冇吼出一部影片，社會案亂吼，啲下個人一啲咧吼，總比下人人吼，佢採購業務還嚴。是啦是啦。阿姨，哎，英英講下禮拜想參加音樂啦。你這個人唱歌就這個出來講，你做乜嫌小倩來？唱歌做嗎？我想去參加歌唱比賽。阿姨，我遲到半夜去參加禮拜未做得啦，本去看看啊，唔記講佢唔去影響到功課啦。加等下來。哦。做乜解啊？這很示威啊！那除非某一部你參加唱歌比賽，你要讓好讀書，我唱歌，他不用講。我就想去見下世面啊！做乜冇一本嘅機會？你還想去讀書？媽媽是小女，談愛一番啊，唔會開你啦。啊，你阿媽講會聽呢，媽該講要問你，愛家唔會歡喜呢。乾脆我回奶奶家住好了，至少她還不會管我。好，你要轉一婆，你要做哪轉移？轉移啊！佢乜嘅態度？阿姨，我係課題啦，我依佢醫咯。見你聲音講唔會彈。係期望，莫走啦！阿妹先今後實在太過分了啦，總話唔點解都笑乜嘅？你咪當條都做咗倆道，都讓阿妹強下帶，倆下就因為阿妹不能參加比賽，你就很走，這可以證明什麼？我真的不懂。這個安永璇啊，我每天都練習啊，我有信心，我走這條路一定會成功，我真的不想放棄啊！你不要那麼激動嘛，只要等你先準備好了，以後還是有很多機會可以參加比賽啊。講得按簡單。我們現在應該先說服你媽，讓你媽可以支持你，這樣你繼續參加比賽，就算你唱得再好，你媽支持你，你心裡也會很高興啊。我們明天就去跟媽道歉，好不好？你都騙到安內了，我道歉有什麼用啊？
他这么爱你，一定有用啦。哎，你讲话就讲话，抢我行李箱干嘛？离家出走，干嘛用我的行李箱啊？哦，小气耶！那是我的床。哎，你太夸张了你！你平常也睡我床啊？不要走啦！拿来的。哎呦，去道歉了。不要。阿姨。阿姨，我俩有一清通好哦。好。伊讲去港口社好咧，俩有伊住宿店啦。嗰個油花唔可以出個啷個講，我係唔傳花係。你這個有兩婆妹啊？唔免講伊做嘢婆嘅，含做去。阿姨，因初本伊講嘅係期尾啦，伊冇按佛台啦。雖然伊冇講，唔過愛弟，佢都唔盼得離開呢。親好做嘅安樣啊！好啦，我出去傾下戲哈。好，我先出去了。哦。冇個實，總話揾咩都安樣。要滿意，因家有較乖嘛？我講咧，見咩見事啊？要滿意呢？嘈邊張吵啊聽啊！講媽停去唱歌嘅比賽，嗱個假單就幫我請嘛。我就想講較惡掉嘅咩？所以話假單啊，差咗2班啊。錯啦，安尼就錯嘅啦。錯，我隱隱的心啊，我惡佢邊個喊得惡呢？竟然看到講我轉落假婆婆啊喺度。真的哦。我隱隱個心吼，係對佢好啊，佢突然清清落爽啊。係對佢惡啊，其實係惡曬曬啊！你遐聲音吼，老演到細時間都冇享用呢。高聲音啊，冇嗌做吵。我看人哋 Peter 啊，我佢做唐人呢，唔用會高呀。嗌講媽就算，聲音本來就會高，唔通話最大，冇聽過哦，聲音啊冇大，3米了，我唱人啊，哎呀，你阿媽係死胎嘅，做唔得安用戲。係啊，你阿時團進步，佢聲音接觸東西按動，你教聲音方法係咪改下？古時也聲音嘅嗬，聽得到，看得到，咩呢做到，咁咪做唔到老聲音管理無卡，你喊那道聲音看管理 Q 你無卡。做乜冇？咁嘛，小樂啊，佢當然啦，咩都不卡重點。小樂嘅人冇享用，係人來而出去都冇簡單，但係身體冇享用，做唔得用強快嘅方式搞。我隱隱有夢想啊，我用勁當佢啊，你咩唔知創唔創呢？唔係想富佢啊，希望佢好好讀書，跟他又唔錯。佢講冇唔錯，佢講夢想用㗎啥咯？我講啊，夢想還夢想，我細細時節咯，咩想做太空人呢？錯啊，睇我還想做天陽明星呢。誒，阿蘭呢？哦，條講想以後教做先生哦。唔講你我係出想嘅。喺你後生嘅時節，有機會去試下你夢想，係咪同學？啊，嘅行20講，飲茶飲茶。
么？小乐姐，小乐姐，小乐姐，我问我，人哋點紅要教人用唇唱歌，還係彈吉他嘅手麼？伊唱要呢，我硬去前後，錯了啊！上班阿爸教唔唱歌，係真認同排泄啦。假使哦，叫亂講話，唔是聽認真啦。好吧。伊唱無題啊呢，我下巴真難搬啦。我唔怕啦，不過人哋同阿賢爸好是從嚴家來嚴家去，不過我感覺人哋感情好，實在以好。伊哦，老細年輕用，伊咩調試咧騙人的啦。哎呀，佢唱嘅老事情哦，說得太簡單咧。哎呦，就係因為阿勇，佢俾人騙過，我老阿姊哦，幾年總等佢還當俾人笑。哎，英英，書冇看睇呢？呢書吼對我來講有時太難了啦，我總係看唔識啦。唉，還係哦，我冇兩種天分啊。唔是按用上啦，有青島嘅東西，我咩唔知啊？太冷就知咧。出嚟，小姐，有一個問題要問我。人哋倆好我，當然都去冇辦讀書，學頭皮咧都冇進來咧，都同冇辦做些咧啊！頭皮研究所個進來，你沒有夢想嗎？有啊，也就是我嘅夢想啊！開租書店哦。錯一班。那我一班咧，老虎卡人帶鄉下生活啦。同虎卡人帶鄉下，這算做夢想？不太簡單的麼？又會簡單，有咁多人就冇機會老虎卡人鄉下示範呢。梗哦，唔係夢想，唔就很簡單咩？夢想、家人，考慮我選什麼？你兩個擁有什麼？茵茵，你某事情對鴉片太麻細上，你做馬開咯。哪一個？我有什麼？有騙人呢！冇聽到。你衛生所啊？唔是。流血了啦！哎呀，長流一血的血天天，就當作個新陳代謝啦，還會去衛生所哦，減少啦。是。我同你看書嘅籌碼啊，唔係叫廁所，唔係狗藥誒。哇！你有聽到嗎？聽到嗎？你有聽到小樂甲他講嘛解嗎？伊講迄狗藥啊？唔係，佢係講，佢有對關心愛，佢有注意到愛，佢唔判定愛，佢下定愛。安尼，我迄狗藥係迄妹啊？愛，當然愛。小樂很愛，別故意啦！小樂，你要舔嗎？你要舔嗎？文敏哥，你又受傷了。來，這邊坐，這邊坐。好。啊，你一個人來？害我受傷的那個人帶我來的啦。在哪裡啊？在這裡啊。趕快來，趕快。小心點哦。行啊，慢點的啦。你啦，唔可以喊你啦，我點解唔錯你啦？在哪裡啦？在這邊啦。哪裡
里啊？这么大一个你没看到啊？哎呦！哦，就这么一点点的小伤口就叫成这样，你不是运动员吗？哎，就因为我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，所以我才会在意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的小伤口。你要知道，任何一点不起眼的小伤口都有可能影响到我的运动成绩，影响到我的运动生命。小乐！好了啦，不用痛哦。好了啦。你干嘛那么生气啊？我叫小乐，你自己看墙壁的哎。我呆子。哎，你要知道，这样一点不起眼的小伤都有可能让我的成绩下降0.1秒，让我得不了奖啊！那当年都报名，那没得奖啊。奖？什么奖？我是说，他每年都报名，不过都没有得奖啊。哦，什么铜牌，连最佳造型跟最佳勇气奖你都没有。哎，身为一个有风度的运动员，就要能够把胜负置之度外。哼，对我来说，我每天早上起床4点钟就开始练习，得不得名早就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的心。这，王炳哥，你好有毅力哦，我实在好羡慕你，是得请的其他同行做的事情。你没做的呀，黑狗。哎，等一下。如果你们要继续用这种我听不懂的语言的话，那我可以不要参加吗？请便，请便。谢谢啊。没做的呀，迄讲吼，正经动好一件事情啊，不管判你用蛮讲，你自家都会坚持下去。嘿你啊，大命苦练，没听错啊，下摆你正经做得做大明星呢。坚持。毅力。这。你们讲完了吗？啊哈。那换我讲啦。来，你来这边坐。哦。有没？哦，没想到你个头这么小，力气却不小嘛。我以前都没有发现你认真的样子，好帅哦！再加上今天受伤的疤。好性感哦！这一点小伤算什么？你们看这个，哈，这是我在参加万人横渡日月潭的时候被鳄鱼咬伤的。日月潭鳄鱼哦！而且啊，是这么大一条的鳄鱼哦。这哪是鳄鱼啊？很饿的鱼啊！你们看这个，我这。是被武士刀弄伤的。武士刀，好性感哦！你知道那一只叫做武士刀的猫有多凶啊？文炳哥，原来你的伤都是吹牛来的啊！你该不会会跟别人说你今天这个伤是跟台湾土狗打架来的吧？我是这种人吗？台湾土狗，哎，讲台湾黑熊是不是比较狠一点啊？来做累咯。哦，小倩啊，阿姨，来冇喊哦。有啦，你啊，隐隐咧简单啊，写好咧，同我拿一本记啊。哎，你看这个妹啦，这个姜诶，夹心人诶亲弟啦，当做事情啊，迄无比这个吃一摆啊，莫言当佢咩唔吃。
今日吉他咧，想必吃一摆。本期啊，每一家付一摆经验出看呢。那种种的当佢生日啦，係冇？好，你哋那本機，是夢啊？唔係啦。唉，生日太啊，仲我別做一擺做啊，係冇？唉，仲想太咧。阿姨答应让你请假了。谢谢，你帮我丢到垃圾桶吧。你不是一直都想要参加比赛吗？你怎么了？难道你现在不想唱歌？你想学弹吉他哦？其实我以前也参加过吉他社啊，我当以后都去练习呢。不过我就看到有多多人弹得比我较好，我好一三嘛，唉，还是无法度比家人还强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那是因为你太好强啊，弹不赢别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去甲跳就好了呀。我也想过啦，如果我一心只是想赢，不是真正喜欢做这些事情，这样一点意义也没有。那你参加唱歌比赛是为了要出名，还是因为真的喜欢唱歌啊？我就搞不清楚嘛，我两个都很喜欢啊。我会再想想看啦。你在弹歌吗？没有啊，只是在调音而已。在爱和体谅之间靠近一点，不管明天有多闪电。英英哦，俺就讲呢，都有天分呗，错嘛？哎，你还这个行业创作的路线啊，哎，按用自弹自唱，怎会有出息？讲错嘛？阿燕吧，老赖啦，爱莫安强啦，哎呦！我讲真的呢，英英啊，你讲个嘛个，叫嘛卢嘛个，但唔叫个卢诶。卢广仲系冇？嘿，卢广仲，你看啊，初版税呢，单项科技啊，哎呦，你比都钱的你么？个爱念蛮想对俺来讲赚钱啊、出名，唔係真重要嘅啊。愛好念蠻事嘅情都自己好做嘅事情都當翻譯啊，介好對俺來講冇乜要緊嘅啦。哎，英英，太了，哎呦，我想了，哎，安排，哎呀，听说个嘛个音乐、戏剧、艺术的力量，让改变它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拍谁，哎。謝謝。哎，你们怎么可以乱丢垃圾啊？垃圾怎么可以乱丢？哎呀吧，干唔係 T 恤咧，計錢呢？亚洲行个古早流，哎，艺术呢？艺术做的用钱来衡量的呀，空空啊都钱，那有没有钱？他不要帮我读不啊？他高兴，放在，唔可以啦，又唔可以靠高分演啦。唔記得打碎。曼女，这个，你平常时人家也没当道菜哎，那又是讲贵啊。俺唔係講，俺係笑，但是吼笑面上老貴吼，生意會速度影響啦。有空我先問你好唔講嘅幾多公務嚟嘅啊？係啊。哦，我聽下送你專業嘅啦。
又算什么？算吗？夜來來，兩腿過去，萬餘年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去天馬。看到是你冇的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，對面嘅生活兒，總會叫你隻手打招呼。都是你冇的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，對面嘅生活兒，總會叫你隻手打招呼。對面嘅生活兒。